爹的10年了，你都担着。没来，你去吧，大概就这个。让个孙女去打个去他，你给儿子拉上也别下去吧。他说你给我动给。让我家去的，赶紧让他摸了。水嘛？阿姨，我洗澡。水嘛？阿姨，我洗澡。阿姨，他问过来。对没？啊，我这里俺小个姐的，现在公司俺小个姐的公司，我得在我就把电话机的电话找不着。其实那钱数，看什么好没出？哎呀，等俺现在盘着干个单脚，等俺给我办几个，我这样么？好，江总，江总，哎，啊，我这个这一块，上次说可重大情况的个，是的，上干不来的。叫啥学个？你这个都得什么吃解药？按照那么定，还没死的解。小给那时候一都学过，按照那么定。我也。lagi kena jual.
给邀约起来。那给别人看这参观那去想去呢。哎，他中方那么买的这这样，去现在抓紧了的。这样这那给呢。给去送一个。那给当然你们开始去送个的，你这边你看你送的，听我跟着去别的。大姐，中山连接给这给他这个。先进去喝茶吧。我就不进去了，人已经走了，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那么定掉个。你阿妈家地保户的事情，村里已经定下来了，你任何时候来签个字就行。谢谢。那我先走了。对，就要这样干。你妈上台的都拿，这前头我给到了。当你这当在带药，药的，小老人那诺本这里的单拿了头的嘞，咱你妈7-8年个，干嘛门到了等着头顺的了他，都出开了地说记了没得。啊，是他真的行了他的。他。哦，肉同胞、家人同胞，等你炖了脏去。
tanda gandam la to be jana tin diksa resementa so真rot total game cho karina当时包个写了电脑就了那人是都对嘛把人叫这是讲讲了三个三里嘛就写作我打来的哎呀打这个肉呀我们得怕当俺多过Yoma Kokwan today on the day Dangar Dollar Kokoni. Yarwa Gona Sansaran Jobar Jando Jagan Tomo Wangan. Yanje Yala Janzo Jagun Jawa Kunja Yondera Joja Chiba Damje Daka Tometo Tamba Java Tamba Nanda Zuba Dunjo Tamamin Jota Duku Tamba Java Tedala Nanjuba Janasa Tamba Nanda Junjo Sima Pramara Nyamba Tankuba Chibaram Papa Jukun Java Tedala Yanjuba Jasuba Kana Lami Jaja Java Tanjela Yam Zambu Jula Deba Todak Jarwa Gona Samsaran Jobar Jando Jagan Pamo Wangan Ludang Atan Degi Jantiba Daka Jiba Chinje Jira Danje Daka Sosor Yasuju Jarwa Kunda Sanje Jananda Lata Malak Dua Junja Sona Kala Janje Yela Janzo Jagun Jarwa Kunja Yondera Goja Jara Jiba Danje Daka Mola Mormi Agobai Nazidemye Jela Jobadamba Dumbaloy Zagandama Zigela Dagandu Rolon drive ko. Akor chiche ko. Cho rombo drive rolon drive. Cho maintenance mareso kora. Cho rombo drive nga ropa choma right. Chair ma shi drive. Te lama to dichishide. Lama to ni o drive. Chinsansu.
才做着，这打的谈的这个你，咱这那个人这个这样开嘛的。哎呀。看咱们，咱到那绕路走了这。哦，等这把咱看咱们绕不那个呢。哒嘞滴哒嘞哒嘞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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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嘞滴哒嘞哒嘞嗦。小胖，你开完会了吗？高少文？开完了，写那个会议记录呢。你知道吗？现在村里到处流传闹僵尸。闹僵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还不清楚，现在要不要报警？先不要报警吧。上次咱们村流传到鬼火，结果警察一来，发现是个误会。这次肯定又是个误会吧？那现在怎么办？你先安抚一下村民，我这边收拾一下，马上回去。明天早上咱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的。不好了，都说尸体回来了，在马内队那里。什么？快点走吧。那绕路的真日路、长路、八路、南路，就跟着摇。南路真在啥里？长路、日路、八路上面摆的啥了？我给大中央过去找的。怎么回事？昨天去埋葬尸体的村民看见尸体跑了，今天早上尸体就在那儿。小胖，过去看一眼。女的不能靠近。在那天，旺队骑车回村，和我们去德记妈妈家之前，我看见扎巴喝多了酒，骑着摩托车去山下，在路上。撒个去吧啊！你这种年你干啥说的就没人？这真是你看到的吗？这是我推测的，但肯定8、9不离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光猜测也没用，咱们先去找王堆，看他怎么说。走吧。完了，俺都弄去怎么了？这长得什么什么和劲了？那他这样都是这样的，什么的这个了。哎，王队。你带着这么多干粮去哪里？给德基妈妈送饭去。是你把扎巴推下去的吧？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情敌死了呀！
什么意思啊？干啥？你想干啥？你先去送饭吧，一会儿我们都来找你。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上了呢？这小子不承认，现在怎么办？他逃跑了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去悬崖下面看看？去吧。大错，我们准备去悬崖下面看看。你们谁对路况比较熟啊？这个农民扎西比较熟，他在里面，我去叫他。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做翻译好吗？好的。他比较熟。看着我听。哦，就你们扎些在那听着我听。扎些。咱们一起下去吧。哎，那边有些东西。尸体是光着掉下去的，这些应该是村民的。应该是村民的。我先去问问，是不是村里人丢的衣服？好嘞，谢谢啊，没事。对，巴桑夫人，除了你们家，我都询问过了。今天谁不在家，跟我说一下，我好登记。你看，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给巴桑打电话，他不接。要不您给他打，他不会不接吧？那当然，不接电话他就死定了。기부 그래 가와유다 정전나는 미시샤스기 로마요나 커스쇼다 그래 说是在开会。哎，好嘞。哎，今天打搅您了。呀，杨木啊，给。好嘞。他要不开的嘞？他的这么一劲搞，真的这个家的是。哎呀，我天，是的。哎呦！大概第四年了出去。我的第四年去。不过前头啊，是呢，
俺一个，俺一俺一个，俺一起。哎呀，呀，大家就可把答应啊！哎呀，对，走进来，好，走起。哎呀，哦，是，空包个地面。哎呀，我天都，哎呀，不要拿出去。哎呀，要么个，哎呀，要么。对，光大节目辛苦。哎呀，哎呀，这两个。对。对，再说的，来这说。真的是个今天下我们中来，估计你妈这里这边的现在跟同样民族，养口现在头发啥样子的，那个不起来。我明年就盯着金马了不？他看着帮他的什么？东老找的个怎么着？你们都哈拉少些个？东阳让个你头直接带着去。啥你要中把你做过呢？都跟抢干满洲进来干嘛的？喂，我找到一个，等我等那路线看就是两头啊。俺的名字名来，你说养家也让么说？他是把我们学走的就，是你马上真的就我们了。我做了到底可别做呢，自己团这样嘛的。公主，那这里马这里自己了啊，马到多子差事业噻，马上已经面积排外起来少了啦。哎呀。喂。开始你们啷个拿到弟弟住面了？他的弟弟马大。我的弟弟搞这是啥名吧？这年人嘞。王姐，你知道，这个是年叫那个俺研究，这个才13岁。爹，我先跑这个。你这个是呗？多啊姐，你这么多。啊姐，他这个是我们当的，全部都搁这希望上不？哎，走。对，来。哎。这是的。喂，看他爹说的真是嘛对的。那是鼓捣我，俺这里有的。亲啊姐。王子，他让来不及几年没的啊，让给俺给别家那这个中间，搞完这个那边挺高这里。没现在单的这做点，俺你说的呢，两个把搞过来的吧？俺的王子，咱们这是来的车就点吧。来的车吧，看这个，没现在俺这什么金牛面板买的。啊？你妈让你拿出来吧，当初上这个，让俺拿铺上去呗。这种摸了的生活圈子这穿街的让铺上去哎。去年呗，呀，必须的。那个老早了吧？哎呀，你觉得？必须。没现在让单的穿街的人看我是车的。我操！俺叔阿姐呀，送这就吃的嘛。我查过来这个哪里好说。问题，超弟弟两我心嘛对不？这把个弟弟看到怎么真的？弟弟个ga치要저리 저기가 저더러 거 세사오는. 你想呢？弟弟这个连马他们全部去这里，从今天他都穿，你们这家我这些都没有。这下，他们让我买的，他们让俺先买的，俺儿子们顶着去。走吧，到时候走着家对的，跟干嘛的？
所女已经灭迹。董子阳，如何来活？这3年能够跟人听把见的，刚才谈的，给爸爸提进。对。来，姑娘们，你们今天把我的大哥陪好，你们的小费不会少的啊！哎，谢谢哥，谢谢哥，来媳妇儿们，辛苦我一个，谢谢。来，你怎么了？来。这天差不多用的噻，没事。重庆那里重速度，重的餐呢，俺可都老重了。俺重了。Merci papa. Yalnız. Ya. D'accord, 等要么就做么做这样，做这样，我满意。要，我做那个地址，但你就你啰嗦。这个你地址可对是着。我这等下就可不单。我呀，等俺呀拿谁着？对，三把来个。对。我呀，对，你要到个。走，呀。我回来喽。包老板回来了。哎。坐吧。哦，我不走。关于低保户的事儿。小花，你过来一下。哎，我买了个新手机，你看这怎么用？哎，对，你给我使个密码。好嘞。设置什么密码？6个8。6个8。哎，好的。巴老板，这就是摄像。哦，这个像素不错。哇！巴老板，哎，村里低保户的事情，跟往年办就一样了呗。巴桑，这样不太好吧？有啥子不好嘛？这个时候我说了算。第6，加强作风建设，官僚。据群众反映，咱们村往年的低保户家庭条件都还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您的亲戚啊。昨天村里开会落实低保户新政策，你们家不在。往年的低保户啊，那你们准备哪几家列入那个低保户啊？昨天村里和每户的村民家庭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央金家、平措家还有德基的妈妈家这3家是最困难的。其中德基拉姆的妈妈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困难户。对，德基拉姆家一定要列入低保户。这些低保户呢，我去通知。这没关系，我们可以通知。我去。好几天没回家了，我先回家一趟。好。
呀，上马去说一下哟。都俺啷的了给的。哎，你没过听着买进我菜。是我这就中给那么的，哎，俺这个老娘。听着买进的。喂，吃了的噻，可发了上去就3家的嘞。哦呀，这得就写这个，他可是我年的马过，等哪口都说啊，俺老少在哦。哦呀。你要咋的？我这水桶的。阿拉你东西。哈罗上去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噻啊！哼，有什么？呀，可是这吧，是老周家。应该，咱帮忙呢。我这个让么干啥？说不起这个。呀。那就马走了走，马在那来个地子油，长时间去看我家。呀，哎，马走了，就够这个。呀，两个抢出来了。抢抓不到的。那个抢不忙不动啊，咱抢从那什么情况去管？呀，难道要把人家抢从那就是不沙发抓不到的，2个这啊，那个东西嘞？还没动，来。呀，咱俩东西好。呀，咱这个搞，咱说。呀。那就是说，好呀，啥时候一个？好呀，啥时候？好呀，这样子。好了一个。没等着不了，那么也不等着去下去。你们得给快请吧，现在老样子，很多吓死就，一大圈哦。阿嬷，一波来插头啊！呀，
来擦几顿啊。呀，擦顿。一步。耶。擦顿。擦什么多个？有。大家弄完2个月。这个这个。送，我送来送。带他出去。呀，给不？就。诸位。啊。是啦，技术。不要细数。不错。喂，什么？知道衣服是谁的了？知道悬崖下的衣服是谁的了？他们在路上等我们。达娃，你的衣服怎么会在悬崖下面？那，这个热的清楚就长些的那样的了。怎么回事？他说突然有个尸体掉下来，他就跑了。我就说没有僵尸嘛。那他的死因是？我住的是地里的，这把人们打3年的。这怎么有违章票？说到那听歌。哎，咋了？现在报警吗？喂，是派出所吗？我要报警。
学长。他妈第一天，对吗？这个东西，那这个就，反正都应该就能就这点的。你这也不的，这样给垃圾的丢给他。哇，这什么？我记得们都报的下，今天没有结晶，俺这结完那什么的。对吧？真的晓得喂，差不少的马拉的，我也研究蛮多的。虽然这么知道。啥意思呢？差不多那没撇噻。他妈是啥子？咱们是俺想法的，俺还是那顶着去。汪队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啊，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汪队说要杀了场。他说的时候还把酒罐子给捏扁了，浑身都是杀气。江菜，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这就去找汪队。好查查他。好的，我们这就去。这样啊，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听说你们去了悬崖，你们应该饿了吧？进屋吃点东西。我们吃过了，你给我来一下。走吧。我给你们倒杯茶。你别客气了，我们不喝茶。你也来坐吧。没事。来，喝茶。不喝了，我说了不喝。你不喜欢喝速热茶是吧？没事，我给你倒杯奶茶。你少装蒜。怎么了？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没事，我去拿奶茶。汪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你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那天我从省内回来，是你们叫我去德基妈妈家做翻译的。说扎巴的事。扎巴。
快点，别把我擦到死。看，快别去搞搞，这么做还能做下去？没事忘了，哎！我们这要去德杰妈妈家，给我们做个翻译好吗？那我先摩托车停那儿。啊，好。哎，王队，你的手怎么了？没事，不小心摔伤的。我先摩托车停。来，我帮你停。让我先那包。我就说嘛，这小子狡猾的很，不使绝招，他是不会说实话了。王队，你在同学聚会上说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想狡辩呀？唉，气死我了！本想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报警了。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杀渣吧？你去跟警察说吧。王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2具尸体呢？这件事跟德基有关系吗？如果跟德基有关系，德基家里办低保户的事情也要放一放了。我看警察到哪了？您好，你们到哪了？快一点，我们有新的线索了。等一下，我杀了巴桑。什么？我杀了巴桑。刚才阿妈的意思是说户口本在德基家是吗？是啊。那你跟德基说一下，让他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来村委会办手续。好，那我就通知一下德基。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拜拜。5.민도 딱 근데 저래明天신의 눈이 덥다지 뭐지 많이 미쳐가지고 로봇이 달려 저리 미개당 요 말해 미개당找不好活住了这对鸟是底下擦出的근데 저래 딱 저거 탑시시다 한다这两你啥子你看见这他人是这种谁용 말이 아니 지는 니 아무도 안 주죠 근데 저래 제가 정수미 하고는 언니 내일 나보세요 말이 아무도 주죠 자기한테 주수 줘래这找课干嘛你搁外面还给我买的让你肯定저래
大人，这个说的没事情，刚才没说我给他公骂人。说那不肯定收了。啥来大人，没làm sao hạ khổ rồi. Thì có cái东yang này mà yêu sao? Mình xin cái thằng này tập ra chúng ta xếp lại xong rồi.你给我动给。让我家还有的，等人让他摸。水嘛。阿姨，过去的。水嘛。阿姨，过去的。阿姨，阿哥请你个来。对没？这个白是喏，阿哥对俺先喏了，让我狗生，俺对你小看见了狗子了，没咋占我就么个。电话接的电话按着我这。欺负你亲属，还是没好我。哎呀，你俺先的盘着干个蛋脚。等咱们上去。你还好意思来找我领工资？家里有事急需你钱。我告诉你，就你们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损失了，知道吗？就这我都已经赔了不少钱给人家了。啊，我的员工要是都按你们这么干的话，那我这酒店还怎么开下去？没把你们俩开除，已经是给了你们俩天大的面子，知道吗？别跑了，走开走开，走。马上说没个好么做？好么做？真的呀！但你出钱不听这拉不的，我那边上前途民度，我你我连手卡住。这可你来来用这可不是？我你来用这可嘛对？没今天明了你给在面吧，俺你干了一次我来修嘞，你明俺来这啥？上去回去啊！发现扎巴不在了，我有了私心，我和德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如果大家知道巴桑死在德基家，即使和德基没有关系，也会受到歧视。当务之急就是处理掉巴桑的尸体。从那看上马上考过去的，要考给老大的钱给等谁得到了。
村里流传闹僵尸，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僵尸跑到玛尼堆就会停下。于是我就将错就错，把扎巴的尸体放到玛尼堆那边了。德吉，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旺堆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说他杀了巴桑。마기 아메세레 이라 포콜지존 마기 아메세레 이라 포콜지존 아이야이야라니 마기 하마 아이야 小喜的嘞。不错，这是那个酒，青稞酒。你阿拉的，我来水桶的。阿拉，你也懂比。哈拉啥就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噻啊！哼，有什么？巴桑啦。哦，对，你就当这些的。对，就跟阿妹有交给，这是妹妹名字。对。啊嘞。我的，阿拉吃起多。哦。你这么死，你这么死。这个房子，这啊！我这个有人家。你听这点你用嘛的？那你我来说个着。让那来你那个吃给药嘞，我来你说个情况。一年让来你忙了，那个把他安排在老院是了不？用嘛的？我的个那，让给你吞他都不听这娘的。你从看这里面让给他苦的，现在你这不是你我的说情况。也打了上马进去拉起来，等下阿妹拉给他们说着，等下你们都我的说着。啥气呢？俺就我看这笑嘞。
这叫人。让行吧的。今年是你来这2块钱哦。用啊，是你来这2块钱。谈的以及俺们在这打下着。是啊，外面在打的下着。你说的那些问题，等到开门，这你看来的没做啥个给他用的。他就女多后面。俺们上下，妈妈中年了去，然个这下才是在，俺们打工提着是了吧？俺等到厂们住宿那个你们我的学清楚的。这我那中间一百。行吧的，你那咱老好。家属呢，那么三罗了。真不。行吧的。对对，这样吧。我啥子前辈去做我去，你俺们的就叫让给记到这去啊。啥叫人那干多了？俺他去做我去，可能你让给要自己到这去啊。错，这可能俺要买些嘛听，对，俺们的阿公也要买单的，就是这么贵。我也是。我年轻人的是的。我不信，这件事真的和汪队无关，都是我做的。乡亲们，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昨天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尸体是村民巴桑的，马尼堆的尸体是汪堆放上去的。所以没有僵尸，巴桑是死在德吉家的，也就是说，他的死和德吉与旺堆有关。我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刚才我也分别问了2个人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都没有说实话，我也很难帮到他们。长眉个先生的，两个地给欠账的，庄南店被欠账的这。一年落地的进到800块，新界之间，地区的阿巴当接不你，现在小阿个当的，这嘛那个浪花了推进中间，
可你婆婆你面干了呀？没人满大把地基给阿妹，把三才经纬呀个亲不嘞？一年快说岁买呀吧，咋个才直接地基阿妈的纬呀就过来？一年他们地基给阿爸，女舅妈都把车人带不了。地基亲人他所说的，真的是买不起不嘞？我那个叫女婿兔子精不嘞？一年的那卡扎么都被古巴的人抢不嘞？我让阿妈呀，孙女，那他就不跑了。个弟弟没经过亲人辛苦的，找不到。巴山村你个军人想不着，弟弟不留个车子，那么着我当不嘞？老天呐！找不和弟弟了，东安这次再一把，中场面个哈火不嘞？弟弟你也敢学这保密？我让他都不顶着通军队门都，但是他们没让他招摇嘛的，他们连帮俺语。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没有杀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只是一个驻村干部，能力有限，但是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请大家相信警察会查清楚一切的。警察快到了。拿来，好像是巴桑的新手机。阿佳，啊，我是高小文，麻烦您来一趟德吉家。哎，你爬上的，我感觉可走了。滑动，巴上滑动，马上了不的。喂，爬松。阿佳，证据，有证据了。你看这个视频，自己摔死的。快嘞，那么到看这两个月啊，熟悉。哼。村长，对对。哎呀，这个，你交给俺们给微博名他得到，刚才毛不交易的。出去。马上见呢，微博名的没想到这多，现在来你应急没急，叫俺们来转了问的。我也去。就跟俺了，也就跟着做年的吧。我也去那我这。你这么死，你这么死，你这么死，我这个没人去，我死不去。
儿子，关小姐，这个真是这样人，也许不可真是媳妇人，我们分门好。你瞧给家庭把怎么些解了？你也解不了的错。丈夫现在米一起几年要买的，咱们第一起对。我一起做也没结果了呀。这把你给塞没死了呢，全粹一起记着呗。呀啦，